Hello， 大家好。配合機場復甦，城巴機場快線喺2023年4月開辦全新路線 A25 號線，加強九龍市區往返機場嘅服務。作為最年輕嘅成員之一，A25 號線喺服務2年幾之後，輕微擴展啟德同黃埔嘅服務範圍。同時，路線喺尖沙咀嘅使用人數亦都持續增加。今集會同大家實測改動之後嘅 A25 號線，並且分析路線開辦之後對城巴機場快線喺九龍區網絡帶嚟嘅轉變。A25 號線嘅出現同城巴機場快線 A23 號線有密切關係。後者喺2020年1月投入服務時嘅走線係由慈雲山北出發之後，途經虎山、啟德、土瓜灣、黃埔同佐敦，前往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同機場。雖然 A23 號線可以填補上述唔少地區往返機場巴士服務嘅缺口，但係就被慈雲山嘅乘客評價為十分迂迴，導致客量欠佳。A23 號線喺行駛3個幾月之後，因為遇上疫情而暫停服務。有見及此，城巴喺2021年巴士路線發展計劃入邊，建議將初代 A23 號線啟德到黃埔段分拆，並成為一條全新路線。同時，呢條新路線離開黃埔之後，會改為途經尖沙咀，並喺高鐵西九龍站之後離開市區，方便尖沙咀同高鐵站嘅乘客特快前往港珠澳大橋同機場。有關建議最終獲得通過，並成為今日嘅 A25 號線，喺2023年4月投入服務。路線最初只係喺週末假日行走，並先喺2023年12月增設平日指定時段服務，並喺2024年3月擴展為每日全日行走。2年過去，啟德一帶人口持續增加，而黃埔花園亦都缺乏全日直達機場同港珠澳大橋嘅 A 線，因此城巴喺2025年巴士路線發展計劃入邊安排 A25 號線來回方向家庭木安街，以及往機場方向停靠黃埔花園。上述建議獲得落實，並喺2025年7月27日生效。A25 號線嘅服務範圍得到擴大。另一方面，隨着旅客對佢嘅認識程度增加， A25 號線喺尖沙咀嘅乘客量不斷上升，從而舒緩 A21 號線嘅龐大需求。接下嚟會深入介紹 A25 號線。我而家身處 A25 號線嘅市區總站啟德 Airside。呢個公共交通交匯處喺 Airside 啟用1年幾之後先至投入使用，而 A25 號線更加係呢個總站唯一每日提供服務嘅路線。稍後我會乘坐往機場嘅 A25 號線，並會介紹路線資訊同埋沿途嘅觀察。A25 號線開辦嘅時候，啟德嘅總站最初設於協調道東九龍總區警察總部東行站。及後總站遷往 Airside 嘅時候，呢個站同後面嘅稅務中心成為路線頭2個中途站。A25 號線使用總站入邊最入嘅車坑，站位就喺車坑後半部分。拍攝當日乘坐嘅巴士係 Enviro 500mmc 12米，巴士嘅顯示屏交替列出機場同大橋香港口岸。由 Airside 開出之後，會沿協調道前往啟德各個屋邨同屋苑。A25 號線喺啟德嘅服務範圍
包括啟晴邨、德朗邨同木安街。而今次嘅服務提升入邊，A25號線來回方向喺木安街停靠唔同站位，其中去程停靠啟德1號對出嘅啟德港鐵 A 出口，回程就停靠天環對出嘅啟德天環。呢次改動之後，木安街嘅乘客無需再步行到承啟道乘搭 A25號線，而巴士喺木安街嘅車程大約係3至5分鐘。離開機電工程署總部之後，巴士沿承啟道前往土瓜灣。A25號線喺土瓜灣嘅服務範圍集中喺土瓜灣道同馬頭圍道南段，亦都即係下路。而外面連接漆咸道北嘅一段馬頭圍道，就由另一條城巴機場快線 A22號線負責，並稱為上路。可以見到兩條路線喺土瓜灣有清晰嘅分工。巴士喺停靠啟明街之後，會轉入庇利街，並喺停靠環安街之後前往海逸豪園。特別留意 A25號線只係喺往機場方向先至進入海逸豪園。由機場返去市區嘅乘客需要喺紅磡村落車，然後步行前往海逸豪園。今次 A25號線另一個改動係往機場方向加停黃埔花園總站。過去黃埔花園往返機場嘅服務只有途經東涌同機場後勤區嘅 E23號線系列、N23號線，以及每日深夜來回方向各一班嘅 NA20號線。因此 A25號線加停嗰個站，令黃埔花園喺日間時段可以享有直達機場同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嘅服務。回程嘅乘客就需要喺文泰街落車，然後步行前往黃埔花園。巴士要經黃埔花園嘅車程大約係3至5分鐘。下一站星光大道永安廣場。Next stop, Avenue of Sky, 永安 Plaza。下一站星光大道永安廣場。離開黃埔之後，巴士沿紅磡繞道進入尖沙咀。相較 A21號線，A25號線喺尖沙咀途經尖東海旁同廣東道，並依次停靠星光大道、K11 人民購物藝術館、九龍公園徑同中港城。當中 K11 人民購物藝術館喺2025年1月增設。由於無需要好似 A21號線途經彌敦道同深旺道， A25號線喺尖沙咀吸納唔少乘客，尤其以 K11 人民購物藝術館較明顯。呢次車程入邊有超過10個人上車，其餘各站都有幾位乘客上車。之後巴士沿廣東道前往柯士甸站，並轉入佐敦道停靠高鐵西九龍站。呢一程巴士喺九龍段嘅車程大約係45分鐘。下一站青嶼幹線巴士轉乘站。Next stop, Lantau Link Bus Interchange。下一站青嶼幹線巴士轉乘站。最後，巴士沿西九龍公路、青沙公路到青嶼幹線以及北大嶼山公路，先前往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然後再前往機場。呢幾年全新開辦嘅機場 A 線都採用上述走線，反映巴士公司睇重新口岸帶嚟嘅乘客。根據呢一程車嘅觀察， A25號線由高鐵西九龍站前往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用咗大約30分鐘，而前往機場就用咗大約38分鐘，兩者嘅所需時間都較 A21號線快最少20分鐘。喺停靠離港層嘅巴士站之後，巴士沿機場路前往地面運輸中心結束行程，全程用咗86分鐘。
A25號線除咗為啟德提供直接往返機場嘅巴士服務之外，亦同時輔助城巴喺九龍區嘅 A 線同 E 線網絡。其中一個重點係路線往返尖沙咀同機場嘅走線較 A21號線直接，從而舒緩嗰一條路線長期供不應求嘅情況。接下嚟就會同大家分析 A25號線為城巴喺九龍區嘅 A 線同 E 線網絡帶嚟嘅變化。A25號線最初開辦嘅時候，有意見擔心佢嘅客量會唔會維持低水平，但根據最近嘅觀察，路線喺機場、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同尖沙咀有唔少捧場客，而位於頭段嘅啟德、新增嘅木安街亦都有乘客上落。城巴喺呢幾次嘅公眾假期加密 A25號線部分時段嘅班次，往市區方向亦都增設以崇傑街為總站嘅短途班次，可以見到佢嘅重要性漸漸增加。首先 A25號線可以協助疏導部分 A21號線嘅乘客。A21號線因為連接彌敦道，加上班次頻密，成為訪港旅客嘅首選。多年嚟係城巴機場快線嘅王牌。港珠澳大橋通車之後， A21號線嘅客量進一步上升。喺需求高嘅時段，即使加密到6分鐘一班，唔少班次仍然座無虛席，拖加可以話係家常便飯。基於上述情況，新旺道嘅乘客有時或者需要等多班車先至可以前往機場。自 A25號線投入服務之後， A21號線往返尖沙咀嘅走線就變得較迂迴。原因係 A21號線抵達尖沙咀之前，需要依次途經新旺道、旺角、油麻地同佐敦。但係 A25號線離開青嶼幹線之後，就會直接前往廣東道。城巴喺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嘅巴士站特別説明 A25號線由嗰個站只係需要半個鐘就直達尖沙咀，較 A21號線快最少20分鐘。此外 ，A25號線喺尖沙咀嘅站位可以話補足 A21號線嘅缺口，從而令兩條路線有清晰分工。例如喺尖東 ，A21號線停靠漆咸道南同尖東站，而 A25號線就停靠星光大道同 K11人民購物藝術館。至於喺尖沙咀 ，A21號線服務彌敦道，A25號線就服務九龍公園徑同廣東道。上述安排令城巴機場快線網絡喺尖沙咀嘅覆蓋更全面，旅客亦都可以按酒店嘅所在地方選擇合適嘅路線，從而達至分流效果。話雖如此， A21號線始終深入民心，無論係價錢、班次定服務時間，都較 A25號線優勝。而家 A21號線喺每日清晨到深夜12點行走，大部分時段15分鐘以內就有一班車，而城巴更加會因應實際情況安排加班車，令班次可以達單位數，並派出最少19部巴士行走。相對之下 ，A25號線機場嘅頭班車喺朝頭早10點先至開出，而全日班次大致每半個鐘頭一班，並使用7部巴士行走。同時 ，A21號線嘅收費亦都較 A25號線低。此外 ，A25號線回程亦都會途經紅磡站。嗰個站雖然另外有 A20號線往返機場，但因為服務時間有限，同走線相當迂迴，所以基本上由機場往返紅磡站唔會乘搭嗰一條線。其次 ，A25號線途經黃埔花園總站，亦都改善該帶往返機場嘅服務。新機場啟用初期 ，A 線網絡只係覆蓋人流較多嘅地區，其餘住宅區就由途經東涌同機場後勤區嘅 E 線負責。其中負責黃埔花園同附近一帶嘅代表係 E23號線，往返慈雲山南同機場。市區段途經新蒲崗、
九龍城、紅磡同佐敦。由於要兼顧往返機場乘客嘅需要，因此部分班次會使用城巴機場快線嘅巴士。雖然途經東涌同機場後勤區，但 E23號線往返機場仍然有競爭力。以往返黃埔花園為例，一般嘅車程時間大約1個鐘，而 A25號線同樣路段就需要50至55分鐘。呢個結果相信係因為 A25號線採用先港珠澳大橋後機場嘅走線，導致兩者時間差距並非明顯。同時 A25號線全程收費40個8，但 E23號線就只係需要18個6，所以車費貴1倍，換車程時間快10分鐘，係咪划算就見仁見智。根據觀察，A25號線喺黃埔花園嘅上車人數唔算多。另外 ，E23號線系列亦都接載流水乘客由佐敦前往慈雲山南。E23號線開辦嘅時候，往慈雲山南方向班次喺市區第一個站設有分段收費，而家嘅收費係5蚊，遠較其他同類嘅九巴路線平。根據觀察，市區段唔少車站都有乘客等候 E23號線系列返去慈雲山。另一方面，隨着東涌北持續發展，城巴喺2018年分拆途經東涌北嘅 E23A 號線，兩條路線平日12到30分鐘一班，週末假日20到30分鐘一班，並使用14部雙層巴士行走。土瓜灣一段喺前面嘅部分曾經提到 A25號線同 A22號線有清晰分工。A22號線係其中一條同新機場同步投入服務嘅路線，往返藍田站同機場，九龍東服務觀塘、牛頭角、九龍灣同新蒲崗。路線喺土瓜灣服務上路，並喺馬頭圍道之後前往漆咸道北同佐敦，繼而前往機場同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喺採用先機場後港珠澳大橋嘅走線之下， A22號線由土瓜灣前往機場一般需時45至55分鐘，而服務下路嘅 A25號線雙日路段就需要超過1個鐘，而兩條路線往返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嘅時間就大致相同，都係大約1個鐘。最後 A25號線啟德嘅總站 Airside 對面就係 A22號線嘅裕港灣，所以總站大部分時間都冇乘客上車。A25號線喺 Airside 支站較大程度係安置路線，不過路線喺啟德其他地方嘅客量持續上升，尤其新途經嘅木安街，喺唔同時段嘅觀察，無論係去程定係回程都有乘客上落。呢個情況相信係因為木安街嘅乘客可以一程過喺屋苑樓下往返機場同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總括而言， A25號線係近年城巴睇重嘅機場巴士路線。佢除咗可以進一步填補九龍市區冇 A 線服務地區嘅缺口之外，亦都喺尖沙咀提供較 A21號線直接嘅走線，往返機場同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因此 A25號線嘅出現，對城巴九龍市區 A 線同 E 線網絡帶嚟更多分工同選擇。此外，城巴更加喺啟德體育園舉辦大型活動之後，開辦特別班次 A25S 號線，不停市區直達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同機場，係少數採用機場巴士路線名義嘅大型活動特別路線。展望將來，機場2號客運大樓將會喺2026年啟用，屆時 A25號線會同大部分機場巴士路線來回程途經新客運大樓，預計佢嘅客量將會有進一步上升嘅空間。今集嘅內容大概嚟到呢一度，記得 comment、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金堅由領物語，痛金加嚟個鐘仔。我哋下次再見，拜拜。